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2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8篇，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11章第2节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耀的象征。上个礼拜我们读经的焦点放在约瑟的身上。昨天主日的经文创世纪44章第3节到11节记载中，我们看到他对哥哥们的接纳与赦免，因为他在他所经历的苦难当中看到了上帝的旨意与荣耀。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认罪与赦免的记载，就是以扫和雅各兄弟之间的互动。雅各在受不了他的舅舅欺压与欺骗之后，决定举家搬迁回故乡。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就是当初受他欺骗失去了长子名分与祝福的哥哥以扫。今天的经文记载了这一段精彩的片段，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雅各看见以扫领着400人前来，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雷结和2个妾。他叫2个妾和他们的孩子们走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跟着，雷结和约瑟押后。雅各亲自走在他们的前头。他走近哥哥的时候，连续7次俯伏在地。以扫跑来迎接他，拥抱他，亲吻他，2个人都哭了。以扫观看四周，看见女人和孩子们，就问：跟你同行的这些人是谁？雅各说：这些孩子是上帝赐给我的。于是2个妾带着他们的孩子上前向以扫下拜，接着利亚和他的孩子们，最后是约瑟和雷结也都上前下拜。以扫又问：我先前遇到的那一群是做什么的？雅各说：那是做见面礼的。以扫说：弟弟，我什么都有了，你留下你的东西吧。雅各说：不，你若喜欢我，请收下我的礼物。你现在这样恩待我，我看见你的命就好像看见上帝的面，请你收下我带来的礼物。上帝一向以仁慈待我，赐给我一切所需要的。雅各再三的请以扫接受礼物，他这才收下。以扫说：我们动身走吧，我走在你前头。雅各回答：你知道孩子们还小，而且我关心这些吃奶的小牛小羊，如果我们再赶1天的路，恐怕牛羊都会累死。请你先走一步，我在后头慢慢跟着。牛羊和孩子们能走多快，我们就走多快。我们在以东相会。以扫说：那么我留下一些人护送你。但是雅各回答：若是你不介意，那也用不着。于是以扫当天就动身回以东去了。雅各却在往苏哥那里替自己盖了房子，也为牲畜搭棚，因此那个地方就叫做苏哥。这故事当中的2个人物都是不简单的，因为他们活出的是上帝的荣耀。一个是低头认罪，虽然这当中仍有一些算计；另外一个是更值得提及，就是以扫的宽宏大量，虽然没有长子的名分，却活出长子名分当中的上帝的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2节到16节这一段的教导经常引起讨论，
但是很可惜的是，多数是没有完整的读完这一段的圣经。节用了前半段就评论说，保罗是男性主义推崇者，没有尊重女性。那事实上，保罗的论点是根据当时候的文化还有圣经早期的记载来阐述，而他的重点其实是在后面，因为他说，因为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女性是上帝的荣耀。他又说，在主的里面，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常常记得我，并且遵从我教授给你们的教训。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基督是每一个男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男人在公共场所祷告或是宣读上帝信息的时候，要把头蒙着，就是羞辱基督。可是妻子在公共场所祷告或是宣读上帝信息的时候，要是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丈夫。这样的女人和剃了头发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女人要是不蒙头，倒不如剪掉头发。既然认为剃头或是剪头发是可耻的事，那么就应该蒙着头。男人不应该蒙头，因为他反映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所反映的是男人的荣耀，因为男人不是从女人造的，女人却是从男人造的。女人不是为了女人，男人不是为了女人造的，女人却是为了男人造的。因此，因为天使的缘故，女人的头上应该有权威的记号。重要的是，在主里，男女互相依赖，彼此需要。因为女人是从男人造的，男人是从女人生的，而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你们自己判断吧。女人在公共场所祷告不蒙头是合理的吗？你们的本性不是只是你们男人留长头发是他们的羞辱，女人留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因为长头发是可以做女人的遮盖。如果有人要辩驳，我只能说，我们和上帝的诸教会在敬拜的事上没有其他的规矩。女人和男人，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如同上帝一样，那么他的定位一定很高，是不可忽略的荣耀，并且在创世纪论到女人的受造的时候说，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者。帮助者的地位通常是比较高、比较重要的地位。诗篇38篇，上主啊，求你不要发怒谴责我，求你不要在烈怒之下惩罚我。你的剑深深的刺伤了我，你的手重重的压住我，你的烈怒使我体无完肤，我的罪过使我粉身碎骨。我沉没在罪的洪流中，罪的重担把我压下去。由于我的愚昧，我的创伤溃烂发臭，我因剧痛弯腰屈背，我整天悲怒，我受烧焦灼，以致体无完肤。我已精疲力竭，奄奄一息。我心悲伤，痛苦呻吟。主啊，你知道我的心念，你听见我的叹息，我心惊肉跳，精力耗尽，我的眼睛失去光彩，朋友邻人都不管我的灾病，甚至亲人也远远地躲开。寻索我命的人张开罗网，想伤害我的人恶言恐吓，整天想用诡计来对付我。我像聋子不能听，像哑巴不能说话，我像一个没有听觉的人，不能为自己答辩。上主啊，我仰望你，主我的上帝，求你回答我，别容许仇敌因我的灾难得意，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夸耀。痛苦老跟着我，我就要昏倒了。
我承认自己的罪，我为着自己的过犯忧伤。我的仇敌健壮凶悍，无故恨我的人数目众多，以怨报德的人跟我作对。因为我要走正直的路，上主啊，求你不要撇下我；我的上帝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拯救者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恳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见证，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主的荣耀，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来靠主，尊重不同的性别，特别是对妇女的地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